好啦，歡迎大家又翻返嚟阿布老師嘅躺平投資大法啦。咁今集就第二集啦，我叫2.1集啦，因為原本第二集想講好多嘢嘅，不過有啲觀眾投訴就第一條片就搞30分鐘，大家都冇心機睇啦。咁我呢一集主要講個投資組合啦。咁就一開咁講下就會俾一個好實際嘅投資嘅股票 number 俾你噶啦嚇，你跟住嚟做咧，你就輕鬆連贏呢個全世界8、9成人嘅啦嚇，不是講笑嚇，咁咪即刻入正題啦。咁第一樣嘢咧就回顧翻第一集先啦，因為30分鐘嘅內容都講咗好耐啦。咁第一樣嘢就係講到嗱，你點樣增加你嘅勝利率咧？靠時間增加你嘅投資嘅回報率咧，都係靠時間嘅啫嚇。咁呢個時間再加複利式嘅 combo 咧，咁你就會好大機會由100萬身家就變成1000萬甚至3000萬噶啦。咁呢度係個表啦嚇。咁我之後再解釋點樣係計到每年8% 回報至到12% 回報啦嚇。咁因為好多人覺得喂，每年8%好似賺得好少喎，雞水咁多啫喎，每年8%。但係佢哋完全冇考慮過呢個咩叫複利式啊。咁你即係你如果你有信心我俾100萬 cash 你自己喺度自己買下騰訊買下 QQQ 又買下啲咩阿里巴巴嗰啲你有信心你30年內可以由100萬變到1000萬嘅，你好有信心，你其實你唔使睇我個 channel 噶啦。咁如果你冇信心咧，我就希望你留翻你個 channel 度啦。咁第二樣嘢咧就都好大篇幅介紹咗一樣叫做資產分散啦同埋要全球嗰隻啦嚇。咁資產分散咧喺投資界嚟講咧，我稱之為免費午餐打漏咗隻字添嘛。咁再加埋我哋上次講加咗啲bond啦，即係債券就會減低呢個風險啦咁資產分散全球都係一種減低風險嘅方法嚟。OK，好啦，咁實戰篇梗係講啲實戰嘢啦。咁第一樣嘢就係你點樣去將你嘅資金分散全球啦咁正常嚟講應該呢兩種方法咧，就識自己啦你自己好叻仔去買股票，仲要買起到全世界嘅資產嘅，咁你叻啦。咁時間成本一定高啦，錢又高流動性就睇下你買咩啦你要做到全球分散嚟講咧，我係覺得好難嘅操作難度係十分之高咁第二個方法咧就以前興嘅，不過依家可能而家都唔興噶啦，就係俾錢啲基金佬總之我俾100萬你你幫我搞你幫我賺幾多？可能賺10%1% 就歸佢9% 歸你咁呢樣嘢我就唔係好信嘅，我就唔係好信啲基金佬，信基金佬比信我自己啦咁佢係咪真係做到我頭上講嘅全球資產分散咧？係啦，咁真係有啲可疑啦咁第三個就係好多尤其我哋上一輩啦嘅人咧，就好中意買啲基金保險咁呢個咧，其實理論上都係做到全球資產分散。當然你要識得揀啦你就買隻大中華基金，你就分散喺中國啫你買隻香港基金，你就分散喺香港嘅啫你買個香港保險，呢啲所謂嘅儲蓄保險或者啲咩儲錢 plan 嗰啲啦，佢背後多你買基金嘅啫。咁所以如果你俾佢幫你買咧，第一隻成本咧就一定會好高嘅因為佢中間會食你一筆佣金噶嘛咁第二個做唔做到全球資產分散咧咁所以都係不建議嘅另外 MPF 啦，呢個焗住食啦大家嘅強姦金啦都係俾人撳住嚟強噶啦。咁呢個強姦金最大嘅問題都係成本高啦，收費太高啦咁第四招啦，梗係 ETF 啦咁依家呢個年代 ETF 十分方便雖然香港就不是太盛行啦但係依家你哋買到美股咧，咁所以 ETF 就真係要重點介紹啦香港依家買呢個美股嘅 ETF 好簡單嘅啫，甚至你可以買全世界嘅 ETF 都買到嘅。如果你開呢個 Interactive Broker 嘅 account 咁你唔需要太多成本嘅啫，啲 ETF 好平嘅咁流動性又高又做到全球分散嘅，操作難度都好低嘅啫咁我跟住就介紹下 ETF 呢樣嘢啦。咁可能唔少人都玩過㗎啦。咁 ETF 即係你喺交易所都買到嘅基金其實佢係基金一種嚟嘅。
不過你可以當股票咁買賣嚇，所以個流動性就會高啲嘅嚇，高過你普通就買基金。咁就佢嘅好處就另外一樣好處就係佢可以分散得好勁嘅啊，你唔同 market 都買到嘅。即係我之前上一條片介紹嗰啲咩歐洲啊、發展中國家啊嗰啲，你可以買晒嘅啊，買啲咩黃金啊、債券啊，乜鬼都買到嘅。但當然個重點就係好鬼平啊，低至0.0幾個 percent 嘅係可以。咁啊，第二樣嘢啦嚇，佢管理費咧，好多人可能唔知嘅。好多人可能唔知，譬如話我俾1% 管理費，嗰1% 管理費可能就係你賺到嘅10%嘅其中1%，咁當然唔係啦，係包括埋你嘅本金㗎嚇。咁所以條數都幾揦嚟嘅。咁譬如話2% 啦，點解用2%咧？其實因為有好多 MPF 啊，即係強積金啊，係真係撳住你嚟搶啊！每年收你2%喎，你擺100蚊落去，就算佢今年打和，你一個崩都冇賺過咧，佢都收你2%，夾硬扣到你得翻98蚊啫喎啊！咁一年啫喎。咁如果譬如話你打工仔出嚟，可能我當你25歲做嘢，你供到60歲，其實供咗3年啦。咁你供20年，其實你本金我假設你係又係100萬啦，你供20年，你嘅個管理費都已經蝕咗60萬啦喎。啊，你供30年，其實冇咗80萬啦喎。即係你諗下，你本金100萬，冇咗80萬。咁that's why 嚇，你個強姦金就成日俾人話嚇。咁啊，第二樣嘢叫做資產啦，其實要大嘅。咁呢樣嘢你喺嗰啲 ETF 嗰啲文件都會睇到㗎啦嚇，你過億㗎啦，我諗至少通常要嚇。咁呢個有咩好處咧？就係你資產夠大，即係好多人參與緊呢個遊戲，好多人賣呢隻 ETF 啊，即係同股票一樣啫嘛。你買啲仙股就冇乜人玩㗎嘛，風險好大㗎嘛，你隨時賣唔出㗎嘛啊！你人人都走去買騰訊，咁你梗係容易買啦。仲有一樣就係佢嘅價差會比較少啊。咁呢樣嘢就係即係因為佢 ETF 佢有個資產淨值嘅，即係佢個資產嘅價值咧可能係10蚊，但係你買賣嘅價錢咧可能係11蚊喎，或者係9蚊嘅嚇。咁如果你資產夠大，多人參與呢個遊戲咧，呢個 price difference 啊，呢個價差就會少啲啦。咁啊，第三樣嘢就係 ETF 咧有好多叫做被動式或者主動式啊，其實你好易分嘅啫。通常咧好貴嗰啲咧就係主動式㗎啦嚇。咁主動式一定會包裝到佢話我嘅回報率好鬼高嘅，快啲嚟揀我啦嚇。咁嗰啲係呃人嘅啦。咁啊詳情真係睇翻我哋第一段片啦嚇。咁譬如我又好中意介紹 ARKK 音樂，我呢度就蝕過唔少錢啊。咁就因為佢哋好多時都係唔 benchmark 個大市嘅啊，佢哋所謂有一套嘅揀股票嘅邏輯啦嚇。咁嗰套邏輯咧通常會令你蝕錢同埋收你好貴啊。咁第二樣嘢就係所謂嘅全市場 ETF 啊，即係你譬如話你買香港 ETF，你一定係買至少買全香港啦嚇。咁你就唔好淨係買香港嘅咩銀行業啊，香港嗰啲咩高股息系列嚇，咁嗰啲通常都係會蝕錢㗎啦嚇。即係你臨老瞓公園就通常真係因為你揀咗呢啲嚇。咁點解咧？第一樣嘢就係佢風險唔夠分散嚇。咁你香港嗱，根據我第一條片講完之後，我哋講咁耐，其實都係講緊呢個資產分散風險嘅呢一個 concept 啊。咁呢個免費午餐，你為咗揀啲咩行業 ETF 而唔食呢個免費午餐咧，係蝕咗嘅。咁呢個都係令到我哋呢啲小市民啊、散戶投資者蝕錢嘅原因就係因為咁樣，冇做呢個資產分散。過通常都每幾年都有一個，每10年咧都有一個行業特別懶係好似好勁嘅，好高回報嘅。譬如話最近又興翻啲咩 AI 股啊、AI 型 ETF 啊，再做多2年就嗰啲咩科技股 ETF 啊、咩 Facebook 啊嗰扎，就打包呢個所謂嘅主題或者叫行業 ETF 啦。咁呢啲就千祈唔好揀啦。除咗因為唔夠分散咧，就係因為佢通常揀得俾你咧，通常呢啲係廣告嚟嘅啫。其實佢已經升到好高位㗎啦，佢再咁樣包裝俾你買咧，其實你已經差唔多到頂，你差唔多係高位去接火棒嘅啊，就唔好滯，同埋個收費一定會貴嘅，係啦。咁就好啦，咁就呢個 ETF 懶人包啦，嗱，大家最想要嘅嘢啦啊。咁就首先我都要推介呢個 Vanguard 呢間咁嘅機構啊，中文好似叫先鋒集團啦嚇。
咁佢啊出晒名平嘅同埋佢 coverage 好多嘅，你基本上係揾到晒你基本想要嘅基金咁滯嘅。咁佢嘅特色就係 V 字頭有 V 字頭嗰啲美股嘅 ETF 通常都係佢發行嘅嗱。咁咁啊介紹幾個啦，呢啲都係我建議大家去研究下嘅。咁啊呢個 VT 啦，你見呢啲收費咧，全部都係0.02%。如果 V 字頭嗰啲係十分之抵玩，相比起你強積金嗰2%咁啊抵到爛嘅。咁啊全球股市咧，大家最中意 VOO 啦。咁啊香港有個 VOO 嘅香港版嘅叫3195嘅咁啊你唔想轉美金，你直接用港幣買咧，你就可以買呢個 VOO 啦。咁另外就 VTI 啦，咁我比較推薦 VTI 嘅，因為 VTI 叫做全美國股市咁 VOO 係 S&P 500入邊嘅指數，即係淨係包全美國最勁嗰500間嘅啫咁VTI 咧，除咗包你嗰500間美國嘅最勁嗰500間股票之外啦咁仲包20%其他中小型股嘅，咁個喺分散風險嘅層面係更加好用嘅咁另外 VXUS 啦即係除咗美國以外咧，佢係買晒嘅咁呢隻都係好嘢嚟嘅咁如果你想有興趣再睇下啲咩 VA 開發股市新興股市亞太股市咁啦咁就下面呢個 BNDW 就公司債再加全球嘅國債係啦，咁呢個都係全球嘅，無論國債同公司債都係全球，因為個 W 字即係代表 World 全世界。咁右上角呢個版本啦，叫 BND 啦，就係美國版嘅國債再加公司債啦。不過我再強調啦我就唔係太建議買公司債嘅，因為公司債其實嗰個風險同你買股票係差唔多嘅咋。因為譬如你買蘋果公司嘅股票，咁蘋果股價跌，又或者蘋果嘅業績唔好，或者蘋果有啲咩危機，其實你個債券都係凍過水嘅即係大家我又中意舉近期嗰個咩嗰間咁嘅地產公司中國嗰間咧咁你見嗰啲債而家冇人要嘅咁你以為好安全咧？咁大間地產公司係嘛？咁其實都好大風險咁就另一樣嘢叫做呢個中期國債 VGIT 啦，香港都喺度買，不過你見收費貴好多㗎。咁呢個係我建議嘅分散風險嘅其中一個國債啦。咁其他譬如 IGOV 啦，全球國債啦。咁VNQ 啦，房地產啦，即係等於其實香港嗰啲領展咁有個 VNQW 啦就美國以外嘅咁你其實買呢兩隻股票，你有買全世界嘅房地產咁TIP 啦，可能呢個即係其實等於香港嗰啲香港都係個抗通脹債券啦不過佢呢個睇美國通脹啦。咁黃金唔介紹啦，我都係唔係太中意嘅。咁呢度你見有啲香港版嘅 ETF 啦，其實都唔算太多以前 Vanguard 咧喺香港係有上市嘅係有發行 ETF 嘅。不過臨尾就敗筆就走咗應該係因為香港咧就冇乜人中意買 ETF咁如果大家發覺到其他香港版嘅 ETF 咧，都歡迎話我知啦。好啦，咁跟住就係啦，戲肉啦，戲肉就係介紹梗係要躺平嘅懶人 portfolio 啦。咁其實就係好簡單，真係好簡單啫。嗱，就我頭先介紹個 VT 全球股市，再加埋呢隻 VGID 美國中期國債淨係呢個組合你已經連贏咗8、9成日啦。咁VT 買咩咧咁其實最大嘅部分咧就係呢個美股啦67%啦。咁你見到其他就大概30%啦。不過今年佢呢個佢呢個 percentage 咧，佢每年會自己調整嘅，佢會因應呢個大市全世界嘅嗰個叫做市值嚟調整嘅。當然佢唔係貼得唔係100%緊貼嘅，但係佢會調整嘅。咁所以你買呢隻股票嘅好處就係你唔需要自己去砌你唔需要 check 美國嘅市值究竟佔幾多咧，我要買幾多 percent 咧，就唔使真係懶人嘅做法買住 stronghold 咁就搞掂啦。咁第二個 VGIT 啦，叫中期國債啦，咁大概係你當
1至10年啦嚇。咁你咁樣除翻勻平均可能係幾年嘅啫，因為佢1至10年咁樣計啊。咁啊，中期國債點解介紹中期唔介紹長期或者短期啦？因為短期咧就你就冇肉食嘅，短期同現金啊冇乜分別嘅啫啊，或者你擺定期冇乜分別。咁啊長期咧就因為個波動太大啦，個風險太大啦，我都不太建議嘅啊。咁中期就啱啱好啦。咁就好啦，我介紹咗咁耐啊，因為有啲觀眾啊，有啲朋友仔嚟問我點解介紹咗咁耐都唔介紹港股嘅喂？係啦，咁呢個係好問題嚟嘅，咁啊即刻落俾大家睇啦。咁啊右手邊呢邊啊，你見到其實根據啲研究啦嚇，你全世界市值大概係127個 trillion 啦嘅美金啦，咁啊香港咧你見其實佔4.5啦，即係大概係3.6%啦嚇。咁呢個數字咧，我有走去驗證過嘅。咁啊左手邊係港交所自己公佈啦嚇，咁啊計翻條數大概都真係4.5D 嘅啊。咁你從資產風險分散嘅角度嚟講，即係如果香港嘅港股啊，淨係佔呢個市場嘅3.6%，咁我係唔應該大手入喎。所以100蚊入邊應該淨係買3個6嘅啫喎。所以呢件我都唔特登去介紹啊。咁如果閣下真係好中意香港嘅，同埋或者你係有好多港幣嘅要使嘅，咁你都可以買啲香港嘅。咁但係根據我嘅呢個資產風險、資產分散嘅原則啦嚇，降低風險嘅原則咧，你都係淨係買香港嘅 ETF。咁啊最經典梗係盈富基金啦嚇。好啦，咁啊頭先都粗略講過嘅。咁譬如話你頭先揸住呢個我個懶人 portfolio VT 加 VGIT 呢個組合啦，有上過呢個啦。咁你點樣分配咧嚇？第一樣嘢咧就係計個市值啦啊。咁呢個市值咧就叫做value 啦，嗰個叫做 sorry market cap 啊。咁啊大概啦，但間機構做統計有少少唔同嘅。美國就大概佔全球50%啦，咁啊非美大概都係佔50%度啦嚇。咁啊，你如果根據呢個方法咧啊，你想自己組合你唔跟 BT 啊，你想自己組合翻嗰個美國同非美嘅嗰個比例咧，咁你可以咁樣計。咁你大概咧就變咗買美股嘅 VTI 啊，就一半。咁啊 VXUS 咧就另一半啊。咁另外嗰20%咧就國債。咁呢20%係點樣計出嚟咧？咁啊要睇翻下面你講呢個啦。咁股同埋債啊，中間呢個 percentage 點樣定咧？通常咧嗱，依家有唔同嘅方法啦，就有110或者120減翻你個歲數嘅，即係假設30歲啦。咁啊，你大概係，sorry 呢個寫錯，應該係70至到90%度嘅。咁啊，現階段大家可以用翻呢個股債嘅比例啦。咁啊，我建議如果你真係30歲或者廿零歲，咁啊 formula 啦計到70至90啦，我建議你 take 80以上啦嚇，或者至90啦嚇，咁啊好啲嘅。咁啊，遲啲再有機會再講翻呢個股債嘅比例啦嚇。咁啊，到時再講下呢個所謂傳統或者依家喺教科書啊，唔同教科書或者甚至政府都可能咁樣推廣嘅呢個。咁跟住落嚟咧，就睇下我介紹嘅呢個組合啊，VT 加 VGIT 呢個組合喺以前30年嚟嘅表現係點啊？呢個我哋稱之為 back test 啊，回測啊。咁啊，你可以去Google 啲唔同嘅 back test 嘅網站。咁呢個係我其中一個常用嘅網站啦。咁之後 share 翻條 link 俾大家啦嚇，大家可以睇翻我呢個結果嘅。咁啊 setting 咧就好簡單嘅啫。嗱，開頭就入翻80% 嘅 VT 啦，20% 嘅 VGIT 啦。不過因為 VGIT 咧就冇咁多年期嘅數據，咁咪用 IEF 頂住啦嚇。大家都係美國嘅中期國債。咁就嗱，你見到 SIM 即係 simulation 啊，因為呢啲股票或者呢個 ETF 咧，佢個歷史咧冇咁長，咁佢哋有啲 simulation 做咗嘅。咁呢個 track 咧，咁啊你係可以入翻嗰個股票嘅嗰個收費，嗰個 ETF 嗰個每年嗰個收費。咁啊 VT 係0.06%啦，咁啊 VGIT 係
0.004咁上下啦。咁你計翻個比例，咁啊0.054啦。咁啊，咁你就 run 啦。咁我特登揀咗呢個30年嘅啊。咁啊，直至2025年11月5號。咁呢30年間咧，你可以見到啊，total 咧係我哋投入係1000萬，sorry 100萬。咁最終係有990萬啦，咁啊1000萬啦。咁呢個 CAGR 即係叫做年年年嘅回報 annualized 嘅 return 係有接近8%嘅嚇。咁所以咧，你由100萬變1000萬咧，就並不是夢啦。嗱，呢啲全部有 data 實證嘅。咁就下一張圖再 prove 啲再更加勁嘅嘢啦。咁如果你用我呢個組合啊，你 run 56年啦嚇，咁你係可以去到1.6億嘅嚇，100萬。你係即係個小市民都有機會賺到1.6億㗎。嗱，呢個唔係講笑。你見到個 CAGR 即係個 annualized return 係有9.5嘅，就係因為再之前1969年至1995年期間嗰個回報再高啲，因為再拉高咗個回報啊。咁嗱，呢個 case 咧，你係咪可能覺得好遙遠啦？但其實都會發生嘅，即係可能你係阿爺嚇，留翻啲唔係冇咁快做阿爺啫啦。即係你依家可能30歲，咁你可能都90歲啦嚇。咁你留翻啲筆錢俾阿孫啊，有可能成1.6億嘅資產㗎嚇，就唔係講笑。咁呢度咧個9%啊，呢個數字究竟準唔準咧？究竟56年有9%啫，咁我以前嗰100年或者200年有幾多 percent 咧？我之後下一集會再講嘅嚇。咁至少都8%㗎啦啊。咁你見到呢度叫 maximum drawdown，咁呢個就係我想另外一樣想睇嘅就係呢個叫做最大跌幅啊。即係你56年間你投資呢個組合，最大跌幅可以去到差唔多50%喎。咁呢個已經係有我就加債券落去嘅一個結果嚟嘅。咁如果你冇加債券咧，就下一張結果。咁你冇加債券咁樣 run 56年咧，你係會差唔多追過60%嘅最大跌幅。咁呢樣嘢係咪你承受得住咧即係如果你100% 係投入呢個 VT，你就唔買VGIT，唔買啲 bond 落去減低你嘅風險，你最終又差唔多要承受60%嘅跌幅㗎。咁呢個風險，即係你今日擺100萬，聽日得翻40萬，你係咪承受得住啦？就算你依家覺得承受得住我都建議你唔好咁樣諗啊。我建議你擺真係唔多唔少，你都要擺翻少少落個國債嗰度咁減低咗風險嘅你見到個最大跌幅係減少咗12%嘅咁呢個都係實證回應翻我第一條片講點解大家要加翻啲 bond 落去，就係因為佢個股票同埋 bond 之間有個負相關或者佢低相關咁就導致你嗰個 maximum drawdown 即係最大跌幅係減少咗嘅。咁最後咧其實都講完㗎啦。不過我講翻呢個 VGIT 呢個 VGIT 咧，大家比用呢個 Interactive Broker 買係着數啲㗎，或者你揀其他任何有呢個股息稅可以回贈翻嘅證券行就 OK 㗎啦，因為你長揸30年。VGIT 即係呢啲國債類嘅息率都幾高嘅尤其近期加息啦即係你買香港嗰啲咩銀債以前嗰啲咩 iBond 都有3% 息啦咁3%入邊再扣你30%，即係扣你1%股息稅，長遠計落都幾金嘅咁你大家可以研究下開 Interactive Broker account 或者其他可以回贈呢個股息稅嘅證券行啦。咁就嗱，下一條片有更加精彩嘅嘢講啦，就大家都好關心嘅問題就係我係一筆錢，我覺得幾時投資，高位入低位入幾時入今日入定聽日入咧？咁呢樣嘢我下次再講啦。咁好，希望呢條片都幫到大家啦。咁就戴翻個頭盔先以上呢啲都係學術研究唔係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投資涉及風險大家自己承受個風險同埋衡量下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啦。好啦，拜拜。